Hello，我今日用咗塔羅牌問咗一條好多人關心嘅問題，就係英國政府會唔會將 BNO Visa 由現時5+1延長到做10+1呢？即係話其實我原本住5年，我就可以申請永居，住多1年就可以入籍，但佢而家諗住改，要住夠10年先可以攞永居。我抽到嘅牌係星幣10逆位，呢隻牌正位呢，本嚟係好穩定嘅能量，代表長遠保障啊、制度完善啊、家族式嘅安全感。但當佢喺逆位嘅時候，牌面就會出現一種制度基礎唔穩、信任度下降嘅訊息。塔羅牌話俾我知，呢個制度並唔係完全崩塌，但背後有一種唔確定、猶豫同收緊嘅可能性。政府內部可能對 BNO Visa 安排嘅可持續性有疑問啦。現時嘅壓力，例如財政啊、民情啊、移民數量啊，都會令政策傾向更加審慎，甚至收窄。未來幾年好大機會係審批程序拖長，即係又係搞你幾年都唔批，咁你就喺度等啦。第二，可能增加額外嘅文件要求啦，好大機會好似而家會講嘅就係英文嘅程度會由 B1 升咗去 B2 啦。同埋 Live 變到 UK test 有機會會改題啦，或者直頭唔係 multiple choice 咁簡單啊，要你真係手寫答題啦。跟住就最有機會就係入籍或者永居費用上調，佢基本上年年都加噶啦，你亦都預咗佢會加噶啦。所以現階段如果你仲未考 Live 變到 UK 呢，我真心建議你真係唔好再拖啦，趁佢改制之前盡快考。而家 multiple choice 嚟講都算係容易嘅，你真係坐定幾日上網做 exam 1至17，做埋 exam 18，你全部啱晒嘅話，去考都冇問題噶啦。我當時都係溫咗幾日就去考，越早完成起碼搞掂一個 test 先，避開之後可能收緊嘅變動。第二條問題，我就問 Keir Starmer 會唔會近期內下台換人呢？我抽到嘅牌係錢幣2正位，呢隻牌代表係靈活應對、審慎平衡、動態調節。對於政治領袖嚟講，代表 Keir Starmer 而家正處於好多壓力入邊，要兼顧政黨內部啦、政策嘅未來方向啦，同埋民意嘅反應。呢隻牌其實提示佢要細心分析每一個選擇，唔好為咗短期得失做衝動嘅決定，例如好似而家改 visa 咁啦，反而要留有空間，保持彈性同遠見，慢慢觀察再行。雖然佢而家辣着嘅火頭都唔少噶啦，但係呢隻牌話俾我哋聽，佢未必會落台嘅，佢仍然好有能力穩住自己嘅地位。只要佢夠聰明去做一啲調節，而唔係俾壓力牽住走呢，其實 Keir Starmer 係好大機會喺風浪之中企得穩，行好遠添。第三條問題，我就問已經移居咗英國等緊永居人士嘅宇宙建議。我抽到嘅牌係星幣皇后逆位。星幣皇后正位咧，係一位好懂得照顧生活大小事務嘅人，代表穩陣啦、好實際啦，同時有能力創造穩定嘅環境。但當佢喺逆位嘅時候，牌面就開始透露一種唔平衡嘅狀態。呢隻牌話俾我知，大家可能而家處於一段內外都未完全穩定嘅過渡期。一方面你嘗試適應新嘅環境啦，一方面又要等待制度上嘅確定咯。但同時你內心嘅安全感又未完全建立起上嚟。星幣皇后逆位提醒大家嘅資源管理可能會出現少少混亂啦，無論係金錢啊、情緒或者每日嘅能量，大家可能為咗照顧家庭啊、責任啊或者其他人感受，犧牲咗太多嘅自己，長期處於等嘅模式，例如等永居啦、等揾工啦、等安逸啦，會令到你更加容易陷入焦慮。實際建議方面，第一，重新檢視下大家每個月嘅收支結構啦，因為如果未來真係要坐多5年嘅話，無論係我哋永居申請嘅費用啊、生活費啊，甚至乎仔女嘅大學學費啊，所有嘅收支結構都要重新檢視一下。我哋自己嘅收入穩唔穩定啦，開支有冇啲不必要嘅支出啦，有冇設定一個保命嘅 budget 啊、保險啊或者其他財政投資。呢個唔止係財務建議，而係幫你重新揾翻你對生活嘅掌控感。第二，未必個個人都係財務出身，亦都唔需要估下嘅。係時候揾一個信得過嘅財務 advisor， 或者喺唔同嘅香港人區，大家傾下講下，做好自己嘅中期計劃。第三就係學好英文先啦，因為佢好大機會由 B1 改做 B2 啊嘛。咁 B1 去 B2 嘅程度其實都係有啲分別嘅。咁大家其實可以上 BBC Learning English 啦，或者其他 testenglish.com 可以上去做一啲 test， 睇下自己 B2 嘅能力達唔達到啦。
咁第四就係靈性層面上面提醒你，唔好淨係掛住照顧人，唔照顧自己。每日不如同自己講下，今日我為自己做咗啲咩呢？唔好俾制度未批落嚟啊，要等永居啊，要等揾工啊，就唔敢去好好過你嘅生活。咁其實現階段，因為所有嘢都未落實啦，都暫時係白皮書，又未真係上國會一讀、二讀、三讀，好多嘢都係估估下。而工黨政府亦都唔肯一次過講晒所有資訊，每日都係擠牙膏咁，你問啲我講啲。而呢一個移民政策會點改，有幾大改，影唔影響到我哋 BNO Visa？照我睇呢，其實嚟咗啊，已經喺度噶啦，同埋已經申請咗簽證嗰啲，應該就唔會太大改變嘅，應該都係繼續行翻5+1嘅。不過你話其他嘢會唔會改，即係例如英文程度啊、收費啊，或者佢會唔會再加其他可以加嘅嘢呢？就答你唔到啦。咁現階段大家都唔好太過驚慌啦。咁我實際俾大家嘅建議，如果可以嘅，真係做咗先。再評估一下。我認識嘅朋友當中好多都有細路，咁其實喺度讀咗幾年書，就算你嗌佢回流，佢返到去佢都讀唔到主流學校嘅，因為佢完全冇學過中文。可能大家都係會繼續喺度噶啦，even 佢嗰度10年，大家都會繼續喺度。總之，大家保持正面嘅態度，正能量，冇咩難到我哋嘅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耐唔時都會就住而家大家好熱衷嘅話題做一啲塔羅牌嘅解說啦。而我每一個禮拜其實就算唔做塔羅牌解說，我都會做一啲3選1嘅塔羅解讀俾大家玩下啦。有興趣嘅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頻道，多謝大家。Lift me